过来！激动，滚远点！我警告你，别过来！滚远点！就没事吧？小雅，告诉你段飞，以后少缠着我女儿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妈，不关段飞哥的事儿。住嘴！记住我说的话。不好意思啊。唉。怎么样？伤到哪儿了？啊！疼。好好，我不碰你。你在这儿坐着干嘛？快回病房啊！老婆。啊？我想回家。回家？那怎么行啊？你看我现在都好了，医生说可以出院了，而且回家天天看着你，我会好得更快。你确定？嗯，确定。好吧，那我们回家。嗯。我还以为你要死了呢。你就不能想我点好吗？我刚才来的路上都急哭了。真的吗？没看出来你还挺在乎我。你想多了，我就是觉得，你要是因为保护我出了什么事儿，那我们云家不得亏欠你一辈子呀？原来是这样。老婆，我们去海边走走吧。我在医院快憋死了，我想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。想去海边可以，但是你都快臭死了。你先回家洗个澡，换身衣服行不行？遵命，老婆大人。对了，那你先答应我一件事儿，帮我买点啤酒。啊？哎，办的怎么样？什么？一群废物！怎么突然想喝酒了？没什么。对了，你伤好了？你这点小伤算什么呀？以前住院一住就好几个月呢。吹牛！你怎么让我买这么多酒啊？啊，为了庆祝你出院啊！来，庆祝段飞出院，干杯！不是你怎么没干啊？我一个女孩就干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干了，干了。你有没有什么话想
好事成双，干杯！现在呢？现在真没有啊。坐下来，你离我近一点。下来。再喝一杯。喝呀！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？现在啊，有了。你说。撑。大小姐，你到底让我说什么呀？段飞，你是不是一直拿保护我来当做爸爸给你的任务来执行？在你的心里，对我、对云诗彤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感情啊？没有啊，我来天涯这几个月都很忙，而且你让我去安保部工作，这感情的事啊，我还没来得及想，我还要管你爸、秦雪、何来，还有整个红景集团。老婆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家。今天怎么了？老婆，你等等我。小雅，小雅，妈妈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这回该得到教训了吧？小雅，还给我！小雅，你听我说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你说。小雅，你跟段飞在一起，他只能给你带来伤害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妈妈的心呢？我不明白，也不想明白，我就是喜欢他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非要阻止我？到底为什么？注意休息。